罗马书第7章，兄弟姊妹，我是对恁捌律法的人在讲，恁竟毋知，人活地的时才受律法约束。举一个例来讲，结婚的妇人人，丈夫也活地就受律法约束。丈夫若死，就无搁受这个律法约束，所以丈夫也活地。妇人人若甲别个查甫人做伙大，会互人叫做淫妇。丈夫若死，伊就无受这个律法约束，伊甲别个查甫人做伙大，嘛毋是淫妇。我的兄弟姊妹，亲像安尼，恁甲基督的身躯结合，甲伊同死，已经甲律法断绝关系，无受约束。会当归属别人，就是迄位对死人中搁活的基督，互咱通为着上帝结果子。咱照人肉体的本性得活的时，咱犯罪的欲念受律法激起，伫咱身躯的各肢体运作，结死亡的果子。毋过现在咱已经脱离律法，甲迄个束缚咱的断绝关系。安尼，咱服侍上帝，毋是照律法的旧方式，是照圣神的新方式。安尼，咱要讲什么？律法是罪是无？绝对毋是。不过，若无律法，我就毋知什么是罪。律法若无讲，毋通贪心，我就毋知什么是贪心。罪利用界面找机会伫我心内引起逐款的贪心。无律法，罪就无作用。以前无律法，我嘛得活。界面一个来，罪活起来，我就死去。对我来讲，本来要互人活的界面，颠倒互人死。因为罪利用界面找机会欺骗我，嘛利用界面害死我。所以律法是神圣，界面嘛是神圣、公正、搁良善。若安尼讲，迄个良善的害死我是无？绝对毋是，是罪利用迄个良善的害死我，互罪恶的本质显露。安尼，罪利用界面，互伊极其恶毒的本质搁较显露出来。咱知律法是属灵的，毋过我是属肉体的，已经袂互罪做奴隶。我无明白家己的所做，因为我爱做的无去做，我无爱做的颠倒去做。我若做我无爱做的，就是赞成律法是好。安尼，在做我无爱做的，毋是我，是点伫我内面的罪。我知伫我本性内面无良善，我有做好的意愿，毋过无做好的气力。所意爱的好，我无去做；无意爱的歹，我颠倒去做。我若做我无意爱的，就毋是我本身在做，是点伫我内面的罪在做。安尼，我有发现一个法则，就是我想要做好的时，歹甲我填地。我内面的迄个人意爱上帝的律法，毋过我看伫我的身躯有另外一个法则，甲我心思的法则在交战，掠我做受犯，来降服我身躯内面的罪的法则。我这个人有够凄惨，什么人会当救我脱离这个至到死的身躯？感谢上帝，通过咱的主耶稣基督，伊有救我。安尼，我的处境，一方面是用心思顺服上帝的律法，另外一方面是用肉体顺服罪的法则。